上下5000年，幾多風流人物，每日半個鐘，由我指點江山，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嗱，大家都知啦，喺北宋時期啊，中華大地之上就唔僅僅有北宋呢一個帝國，北邊仲有遼國，西邊有西夏，而西南邊呢有南詔，仲有遠少少嘅吐蕃。呢幾個政權啊，同北宋都處於一個競爭嘅關係嘅。所以如果我哋將中國呢個範圍擴大一啲呢，我哋發現北宋時期啊，其實都可以講一個群雄爭霸嘅時期嚟嘅。如果大家睇過金庸先生嘅《天龍八部》呢，咁對於當時嘅國際形勢啊，應該都有多少認識啦。裏邊有一段講到西夏嘅公主招親，各國嘅精英都一擁而上，競爭係相當之激烈嘅。咁呢個原因呢，就唔係僅僅係因為公主係搶手，而係因為各國之間當時係處於一個競爭嘅關係。咁邊個能夠通過聯姻搞好關係呢？邊個就有着數嘅。所以最後虛竹冷手執咗個熱煎堆呢，對於喺軍事上處於守勢嘅北宋啊，都算係一個比較好嘅結果嚟嘅。嗱，咁之前我都曾經用過好幾回嘅時間呢，同大家介紹遼國嗰邊嘅情況。而今日呢一回啊，我啊嚟同大家講一講西夏呢個王國究竟點樣喺遼宋兩個大國之間崛起，佢同遼國、宋國之間嘅關係又係點樣嘅呢？嗱，西夏係黨項族人建立嘅王朝。咁呢個黨項族呢，有講話出自羌族，亦都有講話出自鮮卑嘅。咁反正喺隋唐時期啊，佢哋簽咗去夏州一帶，亦就係而家嘅陝西靖邊，咁啊被稱為平夏部嘅。唐朝末年呢，呢個部族嘅首領拓跋思恭啊，就出兵幫助唐朝鎮壓黃巢起義。咁唐朝啊封咗佢做定難軍節度使，掌管西北地區嘅5個州，又封咗佢做夏國公，賜姓李氏。咁自此之後呢，呢個黨項族嘅政權啊，就成為咗一個雄踞一方嘅割據勢力。咁勢力範圍呢，就係以夏州為中心啦。唐朝滅亡之後，進入5代十國，中原嘅政權呢就切出咁轉。夏州李氏採取嘅原則呢，就係不論邊個上台，我都一律歸附。咁所以喺趙匡胤陳橋兵變取代後周建立大宋之後呢，夏州李氏啊依然都係一馬當先歸附北宋嘅。咁當然啦，呢個歸附呢基本上都係名義上嘅啫，實際上啊呢個夏州已經成為黨項李氏嘅地盤，朝廷啊根本上管唔到嘅。不過喺早期嘅時間裏邊啊，北宋有咩事呢，夏州嘅李氏都仲係肯幫忙嘅。例如宋太宗發兵去征討北漢嘅時候呢，夏州李氏都肯出兵幫忙嘅。不過隨住北宋嘅統一同埋夏州嘅勢力越嚟越強啊，雙方嘅矛盾亦都漸漸大啦。去到宋太宗太平興國5年啊，夏州李氏嘅首領李繼軍啊死咗，咁佢個仔啊太細個啦，唔可以繼位，於是呢就由佢弟弟李繼捧繼任定難軍節度使呢個職務。不過呢個李繼捧啊冇乜號召力啊，屋企啲叔伯兄弟個個都唔妥佢嘅。佢嘅叔父啊遂州刺史李克文呢就上表向宋太宗話，李繼捧不當成習，恐生變亂，建議宋朝召佢入朝。咁其實啊就係想借宋朝隻手解除李繼捧呢個節度使嘅職務。嗱，咁宋朝嘅國策本來就希望消除藩鎮割據嘅，所以對於李克文嘅建議，宋太宗啊非常之接受，馬上任李克文權知夏州，然後呢又派使臣召李繼捧入朝。李繼捧啊冇計啦，唯有帶住一家大細過去開封，向宋朝呢獻出咗夏州、水州、銀州、靖州4個州。冇幾耐之後啊，宋太宗又將權知夏州李克文、水州刺史李克憲呢全部召晒入朝。而李克文都好聽話，甚至向宋太宗獻上咗唐僖宗當年賜俾拓跋思恭嘅鐵券同埋御札，以示歸順之心。咁宋太宗啊非常之高興啦。嗱，咁李克文、李繼捧入朝歸順呢，對於宋朝嚟講係順應天意、支持國家統一嘅義舉。但係對於當時嘅黨項族人嚟講呢，佢倆叔侄呢個行為啊，
就係賣地求榮噶啦噃。所以佢哋兩個咁搞法呢，黨項族裏邊好多人反對嘅。嗱，呢個時候啊，李繼捧嘅族弟李繼遷正係任定難軍都知藩落使，帶住自己嘅部族居住喺銀州。佢亦都接到宋朝護送李氏親族入京嘅詔書。佢打開詔書一睇，先知道原來黨項族經營咗200年嘅地盤啊，已經歸咗宋朝啦。而佢自己亦都喺入京嘅名單裏邊。佢啊 call 鬧嘢啦，馬上召集部族嚟商量，決定唔肯歸順宋朝，走去漠北嗰邊聯絡當地嘅豪強，積聚勢力，等到時機成熟就捲土重來。咁為咗避免宋軍攔截啊，李繼遷啊詐帝話要幫個乳母發喪，叫手下幾十人呢將兵器藏喺靈柩裏邊，扮成送葬嘅隊伍。出城之後啊，就直奔漠北嘅地根澤而去啦。呢個地方離夏州有300幾里，水草豐富，係沙漠中嘅綠洲嚟嘅。李繼遷以呢度為根據地呢，不斷咁集結黨項族嘅各個部落，壯大自己嘅力量。去到公元984年嘅7月啊，佢率領部隊侵襲夏州嘅黃庭鎮，俘虜咗成萬人。呢個算得上係佢反宋以嚟第一次大勝仗啦。不過打贏仗之後呢，佢又點而衝昏頭腦噃，叫部將率領人馬四處出去侵擾，完全就唔理後院空虛。結果宋朝呢邊嘅知夏州尹憲都巡檢視曹光實呢，就派出精兵，連續2晚突襲地根澤，打到李繼遷幾乎全軍覆沒。李繼遷同弟弟李繼聰突圍而出，但係佢屋企人呢就全部俾人捉晒，帳幕牛羊更加係損失慘重啦。李繼遷呢一嘢呢就真係偷雞唔着嘅蝕渣米啦。李繼遷雖然打咗敗仗，但係佢呢份人就真係好硬淨嘅，百折不撓。地根澤守唔住啦，佢又走出去黃陽平呢個地方重整旗鼓。呢個黃陽平呢喺而家內蒙古烏沈旗嘅西北部啊。黨項族嗰啲部落首領見到佢咁硬淨啊，個個都好佩服佢，紛紛過嚟投效。所以冇幾耐之後啊，李繼遷嘅實力又重新壯大起身啦。第2年啊，李繼遷帶住一小隊親兵走到嚟銀州城下，同之前打敗過佢嘅曹光實話，自己打咗幾次敗仗，依家走投無路啦，希望可以過嚟投降。曹光實心諗得到李繼遷投降係大功一件嚟噶噃，佢係立功心切，對李繼遷一啲都冇懷疑。雙方約定咗時間地點，由曹光實帶領兵馬過嚟受降。咁到咗約定嘅日子，曹光實牙刷刷噃，只係帶住100幾人呢就過去受降啦。去到約定嘅地點啊，只見李繼遷馬鞭一揮，伏兵四起，將曹光實佢哋全部殺死晒。然之後又假扮成宋軍嘅樣，打住宋軍嘅旗幟，突襲銀州城。銀州城嗰邊大將都死咗啦，事無鬥志，好快俾攻破咗啦。李繼遷佔據銀州之後啊，就自稱係都知藩落使，權代定難軍留後，並且呢又派使者去薛丹嗰邊稱臣。蕭太后好開心啊，亦都封佢為定難軍節度使，又將宗室之女封為公主之後嫁咗俾佢。幾年之後啊，又封李繼遷為夏國王。所以李繼遷一個人呢就孭住遼國同宋國兩邊嘅封號噶吓。咁得到遼國嘅支持之後啊，李繼遷有恃無恐，經常走嚟滋擾宋朝嘅邊境噃。宋太宗發起爛渣上嚟，派名將李繼隆率領大軍過嚟討伐。李繼遷唔係手腳，俾李繼隆打到落荒而逃。不過游牧民族有個好處，打唔過可以掟。李繼隆亦都奈佢唔何啊。去到公元996年啊，李繼遷攔路打腳骨，截獲咗宋軍送去靈州嘅40萬石糧草，進而圍攻靈州。宋朝呢邊派5路大軍過嚟支援，並且將一舉解決李繼遷嘅。咁但係李繼遷走嚟又走去，避重就輕被實擊虛。宋朝嘅軍隊完全都奈佢唔何。第2年呢，李繼遷以退為進噃，向宋朝上表請降，咁同時要求恢復對黨項故地嘅統治權。咁呢個時候正係宋真宗啱啱繼位，佢自己壇嘢都未搞掂，邊有心機理到咁遠嘅事情啊？於是呢就封翻李繼遷做定難軍節度使，掌管夏州等等5個州。就係咁兜兜轉轉10幾年啊，李繼遷終於將李繼捧當年獻俾宋朝嘅5州土地呢，全部攞晒翻嚟。
不過對於李繼遷咁有雄心嘅人嚟講呢，恢復五州土地就並唔係佢最終嘅目標。佢又決心向西拓展，進而控制成個河西走廊。只有咁樣呢，先至有足夠嘅實力同宋朝一較高下嘅。嗱，咁要向西進發啊，首先就要奪取喺宋軍控制之下嘅靈州城。嗱，呢個靈州呢喺而家寧夏靈武嘅西南部，背靠賀蘭山，面臨黃河，乃係中原王朝喺河西嘅屏障嚟嘅。邊個佔住佢呢？邊個就喺西北有好大嘅活動空間噶啦。所以呢個靈州啊，亦都成為當時各族嘅必爭之地。不過靈州城呢喺黨項族嘅勢力範圍之內，宋朝要運軍餉糧草過去就好麻煩嘅，經常俾李繼遷攔路打腳骨。咁大家知宋朝啲皇帝啊，自宋真宗起呢都好怕事嘅，只要唔影響佢嘅皇帝寶座呢，都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嘅啫。所以係咪咁麻煩繼續守住靈州城呢？宋朝朝廷嗰邊都係舉棋不定嘅。嗱，咁你舉棋不定，我就嚟啦噃。李繼遷喺遼國嘅支持之下，幾經辛苦，終於喺公元1002年呢攻陷咗靈州城，並且改個名叫西平府。嗱，呢個靈州城嘅轉守啊，可以講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對於黨項李氏嚟講，係打通咗西進嘅大門，可以將河西各族呢都網羅到自己嘅勢力範圍裏邊。咁後邊西夏立國呢先至有可能。而宋朝呢邊呢就再都得唔到河西嘅戰馬，更加係拱手讓出咗控制西北嘅主動權。咁自此之後呢，喺西北呢邊嘅軍事活動啊，就總係喐不得其正，非常之被動啦。上下5000年，幾多風流人物，每日半個鐘，由我指點江山，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李繼遷一心要稱霸河西，呢樣嘢唔係話咁易噶噃。當時喺河西走廊呢，除咗佢黨項族之外啊，吐蕃嘅勢力都好強嘅。其中呢，以潘羅支為首嘅六谷部落最為之強盛。潘羅支當其時佔據住西涼府，對於李繼遷西進呢，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呢一年10月啊，李繼遷咪詐帝為咗攻擊環州、慶州，殊不知係聲東擊西，一舉就攻陷咗西涼府，並且改名為涼州。跟住啊，佢又乘勝追擊，一心想徹底解決吐蕃嘅勢力。咁今次啊，輪到潘羅支詐帝投降咯噃。佢啊走嚟揾李繼遷，話大佬，我打你唔過啦，投降輸一半咧。李繼遷咪諗住涼州都得咗手啦，大局已定啦，於是呢就帶領軍隊過去受降啦噃。點知半路中途啊，就中咗潘羅支嘅埋伏，俾幾萬伏兵圍攻。咁佢自己啊中咗一箭，翻到西平府之後呢，箭傷發作啊，死咗啦。咁啊真係應咗嗰句，出嚟行啊，始終都要還噶吓。李繼遷臨死之前啊，交代個仔李繼明話，一定要搞好同宋朝嘅關係。事關佢哋黨項族想喺河西發展呢，如果另一邊廂仲要同宋朝為敵，咁啊腹背受敵啊，搞唔掂嘅。李繼明亦都好聽過老豆嘅說話，主動向宋朝呢邊稱臣，並且保證唔再滋擾宋朝嘅邊境。宋朝呢邊呢，當然有所回報啦，封佢做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並且係俾咗大筆嘅賞賜佢添。使錢買和平呢，可以講係宋朝一貫嘅作風啦。呢個和議簽訂咗之後啊，喺落嚟嘅30年時間裏邊呢，李德明確實係冇再參與宋朝嘅邊境，亦都冇再起兵叛亂。咁一嚟啊，宋朝有30年嘅時間唔需要受戰爭嘅困擾，而西夏呢邊呢就有足夠嘅時間精力喺河西呢邊爭霸啦。嗱，要控制成個河西走廊啊，一啲都唔容易嘅。喺公元1008年同埋1009年，李德明兩次派精兵去攻打回骨控制嘅金州，兩次都打咗敗仗。呢個金州係邊度呢？就係而家甘肅張掖啦，係河西一個重鎮嚟嘅。呢個金州嘅爭奪戰啊，一共持續咗20年咁耐，一路去到公元1028年呢，先至由李德明嘅仔李元昊擊敗咗回骨嘅黑漢，終於係控制咗金州。而另一個必爭之地呢，就係之前害死李繼遷嘅涼州啦。咁潘羅支喺殺死李繼遷之後冇幾耐啊，自己啊死埋。李德明趁亂啊佔咗呢個涼州。咁但係冇幾耐之後呢，潘羅支嘅細佬啊捲土重來，重新將涼州啊取，重新
呢個涼州城喺黨項、吐蕃同埋回鶻三族之間搶嚟又搶去，前前後後總共搶咗28年咁耐，一直去到公元1032年啊，先至由李德明個仔李元昊正式搶咗落嚟。咁佔據咗涼州同埋金州呢，西夏嘅勢力就一直去到玉門關啦，成個河西走廊俾佢佔晒。當年李繼遷經略河西嘅宏圖偉略呢，基本上已經成為現實啦。西夏要正式建國呢，亦都只係差最後一步啦。而且喺李德明嘅統治期間呢，西夏呢邊仗打得唔多，尤其同宋朝冇乜大衝突，可以安心做生意。所以經過30年嘅積聚啊，西夏嘅經濟實力亦都大為增強，為日後西夏建國呢奠定咗非常之好嘅基礎嘅。去到公元1028年啊，李德明立李元昊為太子，而喺幾年之後呢，宋朝封佢為夏王，規定佢嘅車馬服飾呢就只係低天子一等啫，希望用咁嘅名分同待遇呢限制李德明稱帝。不過呢啲咁嘅官樣文章，對於黨項族人嚟講嘥鬼氣嘅啫。到咗咁嘅程度上啊，李德明想要稱帝啊，真係幾時都得啦。不過佢又唔好彩吓，呢一年10月突然間得急病死咗。立國稱帝呢啲重頭戲呢，唯有留翻俾個仔李元昊去唱啦。